消費同埋資產究竟有咩分別呢？喺現代嘅財務管理裏面呢，消費同埋資產嘅分別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概念嚟嘅。消費其實係指用金錢購買一啲商品或者服務，咁就去滿足當前嘅需求同埋呢個慾望。咁呢啲支出呢，往往呢都係一個短期嘅，例如呢個買衫啦、買嘢食啦，或者一啲嘅娛樂活動。咁呢啲都可以即刻提升個生活品質嘅。咁但係通常佢哋都唔會帶嚟一個長期嘅財務回報。相對嚟講呢，資產就係可以能夠帶嚟一啲持續收益或者增值嘅投資。咁呢啲資產包括咗房地產啦、股票啦、債券，以及其他能夠隨住時間去增值嘅項目。投資喺資產呢，係可以幫到個人或者家庭呢喺未來實現呢個財務獨立同埋穩定嘅。喺理財嘅規劃裏面，平衡消費同埋資產嘅分配係非常之重要嘅。過度消費呢，其實就可以令到你嘅負債增加，咁就進而咧影響到個人嘅財務健康啦。好多人都因為追求當下嘅滿足啦，咁就忽視咗未來嘅財務需求，最後尾呢就會跌入呢個經濟嘅問題。相反，如果過度係投資喺呢個資產嗰度呢，又忽略咗日常生活嘅基本需要，咁就可能令到你嘅生活品質呢就下降咗。咁所以其實最理想嘅情況就係個人應該要合理咁樣分配啲資金，既能滿足當前嘅生活需求，亦都能夠咧為未來嘅財務增值咧做好準備。例如將一部分嘅收入用嚟買股票或者進行呢個房地產嘅投資，咁樣唔單止可以係將個資產增值，亦都可以咧為未來咧提供一個穩定嘅被動收入。咁講錢滾錢之前呢，同你講一個好簡單嘅慳錢方法啦。其實就係善用你張信用卡。而家咧絕大部分人讀大學期間咧已經係申請咗至少一張嘅信用卡㗎啦。咁我都好贊成嘅。我係建議你咧最好係手持幾張唔同銀行嘅信用卡，因為唔同信用卡咧其實佢都提供咗唔同嘅優惠嘅。假設你係想買一部電話，你可以先睇睇有冇邊張信用卡買嗰個電話係有優惠嘅。咁有多張信用卡喺手嘅話，你可以用到優惠價去買嘅機會呢就大咗啦。嗱，你都知返工揾錢其實就真係唔容易啊，每一蚊呢都有血有汗。既然有機會可以用一個平啲嘅價錢買到同一樣嘅嘢，咁何樂而不為呢？即係叫做積少成多嘛。而且你用信用卡消費，其實你係會有積分嘅，積分係可以喺日後當錢用。所以其實係一個 double benefit 嚟嘅。咁不過最重要嘅係，當你有幾張信用卡嘅時間，一定要記低晒每張信用卡嘅找數期限。喺期限之前呢，就要找清卡數，係找清，唔係還面 pay。你用信用卡呢，只係一個手段去慳錢，而唔係增加你個借貸率。盡量呢，就唔好俾自己嘅負債去累積。如果唔係，其實就會抵消咗你部分嘅儲蓄㗎啦。同埋，如果你係遲咗找數，銀行係會收你呢個 late charge 嘅。咁無謂蝕俾佢啦。雖然你知我知，大家都知，只要打個電話去同個職員講返，佢係可以取消咗呢個 late charge 嘅。咁不過成日都係咁嘅話呢，其實係會影響到你個人信貸評級。如果你日後有需要借錢嘅話，例如借按揭買樓啊，等等啦，咁可能會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另外，你找數嘅時候都要記得睇睇佢嗰張月結單，有時佢會收多你一個幾百蚊嘅年費嘅。如果你唔小心俾咗嘅話呢，你就真係蝕晒啦。你一定要叫翻去取消翻呢個年費。佢就係呢，博你冇留意個月結單，咁就賺你啲錢，所以呢，就唔好咁大意啦。